開始之前，請幫手訂閱，俾個 like 同埋分享出去俾你嘅親朋好友睇下啦。你嘅支持係我哋繼續做影片嘅動力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嗰單傳聞歪論事件越搞越大，外交部早排呼籲國民唔好去日本之後，內地三大航空公司即刻俾乘客免費退同改機票，結果短短3日已經有大約50萬人退改機票。中國反制第一擊威力驚人。中國國際航空、南方航空同東方航空喺11月15號宣布，因為外交部已經出咗居民出行提示，喺當日中午12點或之前訂咗機票嘅乘客，可以喺今年12月31號之前免費退票同改期。有旅遊業界估計，大概有49萬1000幾張機票被取消。頭一個禮拜取消嘅機票量已經佔咗期間去日本預訂量嘅1/3。取消機票潮之後，仲有航空公司大減航班，估計件事對年底聖誕、元旦同埋農曆新年嘅外遊市道都有好大打擊。根據日本媒體報道，今次係疫情之後最大規模嘅取消機票事件。因為每年年底都係日本遊嘅高峰期，11月開始氣溫下降，日本進入紅葉季，滿山紅葉每年都吸引好多旅客，賞楓浸溫泉一條龍。下個月又係白雪飄飄，加上白色聖誕，接待中國旅行團嘅日本旅遊巴公司話，從16號開始，公司不斷收到內地旅遊業界嘅通知，先後取消咗幾十個旅行團，單係旅遊巴公司嘅損失已經達到幾千萬日元。如果再加埋餐飲、酒店同旅遊設施消費等等，影響就更加大。要怪就怪高市亂講嘢，搞到日本各行各業跟住受罪。中國擁有全世界最大嘅市場，而且係中產人口最多嘅國家，咁啱得咁巧，中國亦都係日本旅遊市場最大嘅客源。今年1月到9月，日本總共接待咗3165萬人次旅客，當中有大約23.7%係內地旅客，排喺各國之首。總數多達728萬人。日本觀光局舊年嘅數據顯示，由舊年10月到今年9月呢一年裏面，內地旅客去日本嘅人數高達922.1萬人，可見年尾係內地旅客去日本玩嘅高峰期。而中國旅客喺日本每人平均使費係23.9萬日元，即係大約1.2萬港紙或者1540美金。有日本學者估計，今次中國旅客大幅減少，日本損失嘅金額可能接近1000億港紙。中日關係變差，日本損失唔少，咁中國方面又點呢？航空公司退改機票確實有損失，但係內地旅遊業界話已經訂咗機票嘅居民可以改去第二度，損失短暫而且唔算大。由於旅客可能會調整目的地，估計香港、新加坡等附近地區甚至可能因為件事而受惠。再睇下留學生市場，國家教育部暫停咗去日本留學，日本相關機構統計話，舊年中國留學生喺日本有大約12.3萬人，亦都係外國留學生喺日本最多嘅來源地。有幾多學生會因為今次事件而即刻中斷喺日本嘅課程？暫時未有具體數據，但如果中日交惡持續好耐嘅話，估計唔少家長都會以安全為上，避開日本，損失嘅都係日本。另外，內地已經叫停咗喺中國市場揾緊錢嘅日本人氣動畫電影《鬼滅之刃無限城篇》，套戲第一日上映就已經收咗1.17億人民幣票房，打破咗中國電影史上日本進口電影首日票房紀錄。不過，外交風波未解決，呢套動畫都要提前喺11月21號落畫。受影響嘅仲有另一套日本電影《高市失言》，發酵只係大約1個禮拜。中國反制第一擊睇落只係公民旅產業，但幾日下來影響已經好大。下一步如果擴大到進出口產品，日本感受到嘅迎頭痛擊會更加痛。北京今次對高市早苗言論反應異常強硬，國際間又有輿論話戰狼外交翻嚟。其實中國志在殺雞儆猴，向日本右翼、台獨勢力同美國反華勢力表達清晰立場。台灣同主權問題唔容許任何僭越，否則一定會俾迎頭痛擊。今日就講到呢度，下次再見。